玲玲，玲玲，充电，执行充电。不，玲玲，玲玲，玲玲，你要撑住，我家里的充电晶片已经不能给你用了。我爸妈还有我舅舅也不在家，所以只要带你去仓库了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城市重新开机，城市重新开机，城市重新开机。玲玲，你不要动，电量会越烧的。没用的，不可能没用的。这是人类设计的，这个 NT-47破管一定可以逆的，我会找出破解办法的。这是眼泪。是，你为什么会流泪？家人死了会难过，难过就会流眼泪。你要是活得再久一点，就会明白什么是难过，还有开心。所以，我是你的家人吗？你当然是我的家人了，你是我的兄弟。其实，我一直觉得做人类挺窝囊的，又怕死，又怕痛，还有那么多破绽和限制。